请问躺平族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躺平啦，是那躺平就是，我有通啊倒下去，我来袂倒；我有通啊坐，我就无想要坐，我就倒下就好啊吼。我感觉倒平安尼应该是懒惰族。啊，懒惰？我感觉懒惰就是我有通啊倒，我谁来袂倒？就是懒惰呢。嘿啊，就是无想要叮当，无想要做安尼。啊，那我这边叫做摊笑族。摊笑，因为咱台语内底吼，平躺都困摊笑啦。哦，对吧？困摊起，困摊笑。啊，你讲躺平就是平躺，就是困摊笑。是啊，照你并起来就是摊笑族。花老师，你别，因为你看迄人多一下，你舒服的迄个感觉。你吃照天的物件，这么伊的床的边啊。垃圾。头前迄个摊笑就是困平，摊起、摊趴就是趴咧，这三种困型无共，迄干咱外形尔。不过这个族内底有讲到伊的性质，所以咱讲这个懒惰族较好，因为伊占75.4%，摊笑族是24.6%。